神農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農爺爺，呢朵細花野草好靚，係咩植物啊？呢株就係婦科專屬嘅仙草益母草。點解叫益母草啊？個名咁特別。顧名思義，呢株草專為女性而生，對女性身體極之溫和有益。好多女性都會有月經不順、經期腹痛、氣血瘀塞嘅問題。原來係咁，咁益母草可以幫我哋女仔做咩？益母草性微寒、味辛苦，入心、肝、膀胱經，最勝長活血調經，疏通氣滯。哇，可以幫我哋女仔疏通淤塞嘅氣血，太好用啦！佢係調理月經不調嘅重點藥材，無論經期紊亂、經量異常都可以溫和調理。咁以後女生經期唔舒服都可以靠佢溫和調理啦。日常最簡單用法就係曬乾煲水飲，溫和不刺激，適合氣血瘀滯嘅女性日常調理。哇，咁簡單，隨時都可以調理身體。不過要記住，益母草偏涼，記住啦，唔可以亂飲。孕婦、體質虛寒、經期量多嘅人就唔適合亂用，知道嘛？順應體質，科學調理先係最好嘅養生之道。我識啦，益母草就係守護女生嘅溫柔仙草。